继续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战，无党籍黄珊珊伫今仔日发表伊的青年政策，伊嘛表示伊支持18岁公民权的修宪案。另外，针对防疫旅馆这个想法，黄珊珊嘛提出证据，讲这是伊大声想出来概念。也毋过，民进党的陈时中是讲这是集中检疫所的延伸。另外，早选举行程的时，因为陈时中弄红灯超速引起批评，国民党的主办暗示表示，就算赶时间嘛要注意安全。 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19发表青年政策，希望透过社会主体生育补贴、就业辅导等等，来让少年人家伫台北市结婚生囝。另外，嘛邀请 NGO 代表讨论政见。会中特别表示，伊对年底18岁公民权修宪公投的支持。我来做几个贴纸贴在这里，因为我们不太喜欢穿什么竞选背心啊，对，干脆得贴18岁公民权好了。对，这也是一个宣传的方式嘛，对，不然就是。 我每天戴一个18岁公民权口罩之类的，好，这个我们来想想办法，因为反正我每天都有20几台会来都买，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宣传。针对到底像是防疫旅馆的原创，黄珊珊伫面册顶悬提出证据，不过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嘛打真硬，表示防疫旅馆是为集中检疫所延伸的概念。另外，面对记者问讲前几天勘载时的行车记录敢袂使公开，陈时中直话讲无清楚。内湖那个您不在车上就对。我不知道哈，你们在讲的事情我不知道，你们什么时候录的或谁什么时候录我不知道，但是。 我们如果被查到有违法的地方，我们就依法办理。那该缴罚金就缴罚金，这也没有什么好辩驳的。那警察怎么处理，我们就尊重，就这样哈。有人说，但是中进行批评国民党参选人周万安是上尾赶到内湖勘载的参选人，煞互人发现家己违规超速。周万安对此表示，赶时间嘛应该要注重交通安全。那特别是在下大雨的时候，更要注意交通安全。那赖清德副总统。 在之前也才参加了交通安全月的记者会哦，所以我想，在副总统他宣导交通安全重要性的时候，陈忠他却连续违规哦，这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。周万安19拜访星宇航空，是台北市三卡都上尾来的参选人。周万安讲无特别想要最后一个来，只是行程安排上的卡合。记者林世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